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8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6节到第9节。雅歌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。雅各书第1章第9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考验。人甲人的关系，或者是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也是咱讲情人中间的关系，或者是讲咱讲夫妇的关系，拢有可能面对考验。有真侪是因为环境的变化，身躯边有其他的人，拢有可能影响这种双方面的关系。咱讲这就是一种的考验。当咱甲人的关系，甚至人这种人甲上帝这种关系，拢咧经历考验。伫雅歌书的经文安尼甲咱讲着：我的心所听的，求你甲我讲，你伫什么所在伫饲羊？日中昼，互因歇伫什么所在？伫你东畔的羊群的边仔，我声势亲像大面的人啊！咱伫咧头前咧有讲到种男女的关系中间，相款也讲到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咱犹原有真侪的考验，伫以色列的历史的中间，总是拄着考验。因四界对其他民族的宗教去拜因遐的偶像，好那亲像雅歌书第1章第7节所讲的，毋通干扰阮的爱情。耶稣基督的教导，咱这个主祷文也是安尼，叫咱祈祷讲，无叫阮入伫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搁较明白来讲，就是讲基督徒的性命有苦难，基督徒的生活会拄着考验，但是咱袂话当怪所拄着的考验，咱应该爱学习来倚靠上帝，互家己无陷入伫即个考验的中间，以及即个凶恶的环境的内底。所以咱基本上咱都爱有警醒。咱有即个警醒的责任，咱家己着爱远离这个有害的责任。这是一犹太教徒因抓做家己是选民，因所欠缺的警醒。因为因失去迄个警醒的心，所以时常着离开上帝。雅各书也安尼甲咱讲，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。因为既然经过试验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，就是主所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，拄着试的人无得讲，我是互上帝所试，因为上帝无互歹所试，伊也家己无试人，独逐人拄着试。拢是互家己私欲所迷掉的，私欲已经怀孕，就生罪恶；罪恶已经长成，就生出死亡。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无得错误。所以咱看到雅各书的提醒真清楚，基督徒拄着的考验。毋莫干那想要怪别人，毋通干那要想要怪上帝，应该爱来检讨家己的性命，是毋是咱伫生活中有够警醒，然后会通来离开这个迷惑，来离开考验甲这个试探。我相信咱拢有迄种经验，伫行路的时阵无注意就来绊倒的即种的经验。
无说伫即个拄搬入来伫三级教会第一个礼拜的拜六，因为地形的无适，就伫教会即个园仔内底来跋倒，造成即个倒骹的挫伤，这要怪啥物人？当然来怪家己啊，无够细致，无够警醒，就来着答。当咱愿意谦卑、自我检讨的时阵，咱才会去看到问题真正出伫的所在，所以才会通去避免后一摆意外的发生。就好像亲像伫信仰的生活共款，咱必须爱警醒，咱必须爱谦卑。求上帝保守带领咱离开这个考验，离开所有的危险。当咱陷入伫这个考验的中间，跋入去伫迄个困境的时阵，咱更加爱搁较迫切来求主的怜悯，承认咱家己的软弱。互咱会通回头倒转来靠主，搁一摆来坚定来去徛起来，搁一摆来得胜。伫雅各书的经文也安尼甲咱提醒，伊讲卑微的兄弟啊，恁着对伊的高声来夸口，好囝对伊的卑微也着安尼，因为伊要过去。亲像草的花，因为日出甲小的风，就互迄个草干花谢，伊的水就无去。好野人伫伊的所行也着安尼来衰退。所以咱会通看见讲，雅各伫遮咧甲咱提醒的，就是咱着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。有警醒来经历着这个考验，爱谦卑来靠主来得胜。因为亲像花的水，伊嘛是连米都无去，但是当咱谦卑的时阵，就要互主来甲咱高升。当咱会倚靠上帝的时，上帝就要互咱来得胜。这是基督徒所面对的生活。